刘公公，我认为，这个冯太医除了感恩报恩之外，一定也有自己的野心。他一定是看出来，表面天真的果真，其实是个前程远大的厉害角色，所以，他才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果真绑在一起。一定是这样。可是，光凭这一点，想替德妃娘娘翻案是不够的。我们还要查出更有力、直接的证据，这样才能禀报万岁爷。是啊，刘公公现在是否相信娘娘是无罪的呢？本公公现在相信的是，果真是后宫最可怕的女人，她比灵珠还要坏，还要可怕。我们跟她斗，必须加倍的小心，否则，洪大人，你和我都有性命之虞呀。公公站出来，德妃娘娘的事情就大有希望了。英格尔替娘娘和扣扣多谢刘公公。不用谢我，本公公能够站出来，不光是为了德妃，更是出于忠君。刘公公，就这件事情，咱们要跟洪大人、德妃娘娘好好商议商议，看怎么对付果真。本公公也有此意。在果真进位皇贵妃之前，我们要揭穿她，越快越好。英格尔，董鄂氏在郊外真有悔罪表现？不是跟皇上禀报过了吗？董鄂氏每天看书写字，严守规矩，有悔罪的表现。你不会还认为朕判错他了吧？皇上圣明无比，皇上怎么会错判呢？奴才当初反应激烈，也是因为有扣扣的原因。可是董鄂氏的罪行证据确凿，奴才是不得不信呐。奴才心里面真是万分震惊，万分难受。你以为朕心里就好受吗？朕心里也难受啊，朕心里比你更难受。来，坐这儿来，陪朕说说话。这……奴才看得出来，皇上比奴才还难受。英格尔，对不起，因为扣扣跟董鄂氏的关系，朕不得不把他也赶出宫去。朕希望你能理解朕，不要怪朕。皇上，奴才怎么会怪皇上呢？奴才知道，扣扣也有连带罪行，奴才当然不能娶她了。可是，奴才还真想再见扣扣一面。我都已经10几天没见到扣扣了。你跟扣扣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你跟扣扣不会有结果。你还去见他干嘛？皇上，我知道我跟扣扣之间成家的事情是没戏了，可是我的心，我的情还在扣扣那边呢。您就算是让我死心，那我也得有个过程，是不是啊？奴才恳请皇上，让奴才去见扣扣吧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别说了，奴才就要说，皇上，这首词就是奴才现在的心境。奴才每天都痛苦的心里面，特别的难受，特别的刻骨铭心。皇上，奴才去看看扣扣，也是帮您去看看董恶士。我去看看他最近都在干什么。回来以后，好向皇上详细的禀报。皇上，好，朕答应你，朕让你去见扣扣。不过你给朕听好了，朕放你去，是因为扣扣，不用你替朕去看董恶士。朕不想知道他的任何消息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皇上发誓，绝不会让小婉失望的。一定不会让小婉失望的。根据鹰统领的讲述，皇上对娘娘并未忘情啊。情是未忘，但圣旨已下，万岁爷已经认定娘娘有罪。德妃娘娘不能跟万岁爷见面，也和不了好啊。公公查到果真和冯太医之间的关系，这已经是有些进展了。咱们应该穷追猛打，再接再厉，争取在冯太医和云儿身上找到口子。姐姐，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在冯太医和云儿身上打主意，让刘公公和英格尔密切监视冯太医和云儿，这样看从他们的身上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如果果真想杀人灭口，这样我们就监视冯太医和云儿，这一点是行不通的。我早已经想过了，果真是何其聪明的人。冯太医和云儿又对他极其忠心，果真应该不会对他们下手的，所以这一点是行不通的。原来姐姐都想过了，那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了。娘娘说的没有错，冯太医和那个云儿，一旦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定会舍命保住，想从这里打开缺口，困难啊。从这方面下手，恐怕是事半功倍，不太可能有大的收获。想让果真这样的坏人露出真面目，老夫反反复复地想过，还是想不出好的办法呀。洪大人足智多谋，连洪大人都想不出好办法，那这个事真是难了。再难也要想。我们必须在果真进皇贵妃之前揭穿她。果真最后的目标一定是皇后之位，我们不能看着她一步一步的得逞，那将给后宫带来巨大的灾难呐！姐姐，果真的这件事儿，你觉得真的是董小婉害的吗？
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。姐姐已经感觉到了，如今这个小小的果真，日后怕是会变成一个皇后的劲敌。姐姐，姐姐你怎么了？姐姐，董小宛自尽了，董小宛自尽了。并非蒙冤，但还是想等过几个月放他一马，让他回江南，或者去云南跟他圆圆姐相会。谁知道答卷已经不想活了。万岁爷，您不要太难过。万岁爷对董小宛已是仁至义尽，皇恩无边。董小宛，这是自觉有罪，良心负疚。他这样做，也是一了百了，解脱最深了。最深。皇上，其实董小宛的事情，臣怕皇上发怒，没敢如实禀报。董小宛，她在获罪之后，对皇上一直心存怨恨和不解。她曾经对寇寇说过：“皇上这么爱我，为什么他会相信兰贵妃的话，不相信我呢？还这么狠心的把我赶出宫去，永不赦免呢？”万岁爷，董鄂氏就是在这一点上想不通，这也是他自尽的重要原因。原来董小宛至死都对朕心怀怨恨。皇帝，董小宛的后事也尽量从简，动静越小越好。就按照皇额娘的意思办吧，把董小宛就按照普通妃子的遗志安葬吧。这件事，额娘和刘光才商议过，把董小宛当妃子安葬，还是影响太大，有损皇家颜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之前灵珠那么大的罪，皇额娘，您都给她了一个那么体面的葬礼，如今为什么您就不能给小宛同样体面的葬仪呢？为什么？皇帝，你搞错了。额娘疼董小宛，那是真疼。董小宛的事，让皇帝难受之极，也同样让额娘难受之极。如果皇帝坚持要把董小宛按照妃子的规格安葬，额娘也没有话说。但董小宛跟灵珠不同，灵珠生来就是皇室的人，董小宛是汉女，现在又是重罪的身份，处置不当，会引起更大的非议。最重要的是，董小宛生前留有遗愿，希望像一个民间女子一样下葬。
遗书？什么遗书？遗书在哪儿啊，皇娘？刘光彩，万岁爷，太后娘娘说，怕万岁爷看了难受，说万岁爷就不用看了。皇帝对董小宛情犹未尽，既是如此，就请皇帝尊重董小宛的遗愿吧。好，就按照小婉生前的遗愿办吧。选择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安葬她。小婉生前最喜欢环境优美的地方。过段时间，朕要去看她。皇帝，董小宛的事不用在前庭后宫宣示了，后宫可告知的人就限于皇后和果真吧。果真是受害人，这件事她应该知道。什么？董小宛，她自缢而亡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太突然了。贵妃娘娘真是菩萨心肠啊！董鄂氏用这么可怕的手段加害娘娘，娘娘还为董鄂氏流泪，这太让奴才感动了。公公你不懂，本宫跟董小宛毕竟有一段姐妹之情，她死得那么惨，死后连个葬仪都没有，本宫听闻后真是心酸至极啊。贵妃娘娘，你太善良了，难怪万岁爷和太后娘娘对你如此的疼爱。万岁爷和太后娘娘最喜欢你这样的善人好人，最痛恨董鄂氏那种暗藏野心，最终暴露的歹人恶人。娘娘，再过几天，您就要荣进皇贵妃了，奴才为这皇贵妃位终于有了正主，欣喜不已呀！公公，本宫是德浅才薄，公公您才是大德大能，这往后本宫还要多仰仗公公的指点和关照才是。多谢娘娘，奴才能够伺候孝忠娘娘这样的主子，这是奴才的福分呐。刘公公，这董小宛何时入土啊？万岁爷的旨意已经传过去了，现在应该正在入土吧？哦，那刘公公一会儿可要过去看看。
奴才是要过去的。奴才向娘娘禀报了消息以后，奴才这就走了。公公，本宫想让云儿代替本宫去看看董小宛，顺便和她说2句话。本宫想对董小宛说，本宫其实一点也不恨她。本宫希望董小宛能在另一个世界好好跳她的舞，唱她的歌，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把奴才的眼泪都给感动出来了。娘娘真是说以德报怨，这都是轻的。菩萨，娘娘就是活菩萨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要扣扣我怎么活呀？姐姐，你让扣扣，你让扣扣怎么活呀？姐姐，你怎么狠心丢下我不管呀？我正在顺着海等他过来呢。云儿，你去替主子看看坟，跟董鄂氏说几句话吧。刘公公，奴婢这就去。江南董白小婉青莲之妹，这名字还挺长呢。董小婉，主子让我给你捎句话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你死得好啊，你死的真是太好了。娘娘，你们2个先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这个董小婉真的是自缢而亡。她的墓碑很简陋，看上去皇上和太后娘娘定是没有原谅她的罪行。他那样害本宫，皇上和太后怎么可能原谅他呢？他又是畏罪自杀，就更加不可原谅了。他的坟前也没有人哭掉，只有那个扣扣，哭的是昏天黑地的。曾恩宠有加的董小婉，如今是这个结局，也确实太惨了些。谁叫他挡了本宫的道呢？哼！董小婉一死，本宫的心
就踏实了。娘娘，刘公公来了。奴才见过娘娘。公公快请起。谢娘娘。贵妃娘娘，再有5日，万岁爷就要下旨，晋娘娘为皇贵妃了。后宫的制衣局正在为娘娘制作2套皇贵妃的盛装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奴才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漂亮的不得了啊！奴才已经严令制衣局对娘娘皇贵妃的盛装一针一线，必须精致无比，若有半点马虎，必问重责。多谢公公，有劳公公费心了。等本宫穿上这皇贵妃装之后，本宫定会重赏公公的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奴才做了个梦，梦见了佛祖。佛祖对奴才说，再过几日，娘娘就要成为后宫之主啦。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娘娘。奴才细想，最近董鄂氏迫害娘娘的阴谋没有得逞，而罪人董鄂氏的下场又极其悲惨，这都是佛祖显灵，保佑了娘娘啊！奴才深深地感悟到，娘娘真是天意吉祥之人呐。刘公公，你可真是说到本宫心坎上了。本宫还想着这几日就去进香还愿呢。是啊，刘公公，娘娘说了，等娘娘晋升为皇贵妃之后，就去法源寺进香还愿呢。好啊，好啊，法源寺好啊，名寺古寺，灵得很。不过，娘娘想进位后再去进香，这选择的时间……怎么？公公觉得哪里不妥？公公的意思是……娘娘，奴才觉得娘娘进香的时间还是应该定在娘娘进位皇贵妃之前，一来更显诚心，二来也可以提前消除董鄂氏的阴影，这可以保以后的顺畅，万事通达。公公的话也有些道理，本宫这就去慈宁宫请旨，这进香事宜就有劳公公安排了。万岁爷和太后娘娘都是潜心敬佛，娘娘进香，万岁爷和太后娘娘一定是非常赞许和高兴的。奴才查了一下，后天便是进香吉日。好，那本宫就定在后天去法源寺进香吧。刘公公，麻烦你。这。娘娘，香进完了，该到里面许愿了。好。娘娘进去许愿，身边不宜有外人，奴才跟云儿就不进去了。那也好，云儿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
你们都到偏殿等候。佛祖在上，俗子果真虔诚敬佛，动用手段除掉董小宛，实属万般无奈。他就不该进宫跟我争宠。果真对佛许愿，待果真修成正果，定会翻新法源寺，重塑精神。果真，果真，你来了。果真，你怕什么？你逼死我，现在却怕了。你别走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呢。你作恶多端，今天我是来和你说清楚的。佛祖，我刚才仿佛听见董小宛冤魂的声音，她的冤魂一定还没有走，请佛祖将她速送轮回之道吧。果真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你怎么会这么恨我？你没有求佛祖拉我入极乐世界，却要把我打入无限轮回的苦海，你好狠！你是鬼吗？你是鬼？是啊，我是鬼魂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云儿，快来人呐！果真，果真，别叫了，你现在是在阴间，跟阴间的鬼魂说话，阳间的人是听不见的。董小宛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算做了鬼，我果真也不会怕你的。果真妹妹，我知道你的胆气很旺，倘若你胆气不旺，怎么会用那么阴险狠毒的手段害我呢？董姐姐，本宫的意思是说，你已经输在本宫的手上，本宫可没有害你。你今天落到这个下场，全是你自找的。是吗？果真，我告诉你，人到了阴间，便什么事情都一清二楚了。你是如何害我的？你犯下的所有罪行，我现在都一清二楚。可是，姐姐你知道吗？这鬼魂啊，在阳间成型的时间特别短，所以你很快就会消失完蛋的。即便是消失，我也要听你说出你犯下的全部罪行，否则我会跟你纠缠不休的。可是董姐姐刚才不是还说，本宫的胆气很旺吗？所以你就不该和本宫再纠缠不休。你不是说你什么都知道吗？那你倒是说出来呀！你说呀！严格尔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带人来呢？啊！皇上，凭什么？英格尔非要把朕拉来，说这里有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我也是临时起意，我觉得
今天的情况，如果让皇上亲眼所见的话，一定会更有说服力，而且也能减轻咱们的欺瞒之罪。洪师傅，这里有什么惊天的大事？皇上，真是惊天大事，德妃娘娘她复活了。果真，佛祖说你罪孽深重，你应该向佛祖坦诚你的罪孽，求得宽恕。本宫有罪？本宫才没有罪呢，有罪的是你。你就是应该到阴间好好的去忏悔。本宫可是大福之人，佛祖会保佑本宫的。你不敢承认吗？你不敢承认的话，就让我来替你说吧。果真，你害我之心由来已久，你见不得皇上对我的宠爱，所以你就对我心怀怨恨。只是你太善于伪装，你蒙骗了皇上，蒙骗了太后娘娘，也蒙骗了颇识人心的董小宛。你实在是演技太好了。你说呀，你接着说呀。哼，你怕了吗？你接着说。董小宛，你出来，你出来说呀！那我来说说具体情节。这次害我，是你跟冯太医一手精心谋划的。你在茶杯里下了很重的毒药，只不过你事先服用了解药，所以你能在计算好的时间里醒来。在麦西停止的那一个时辰里，简直是你的神来之笔、精彩之处。本来皇上和太后娘娘就对你颇为宠爱，见你险些死过去，便对你所说的深信不疑。我对皇上说，冯太医是你的合谋，皇上根本不信。可皇上哪里知道，你阿玛救过冯太医他们一家。冯太医不仅是要报恩，他也是想借你之力来实现他当首席太医的野心。我说的对吗？董小宛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说呀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阴间，到了阴间便什么都知道了。果真，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竟然亲手害死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实在太狠毒了。你胡说！我没有害死自己的孩子，全部都是你逼我的。是吗？你最厉害的一招，不就是跟冯太医配合上演了割腕自杀的好戏吗？让皇上和太后娘娘对你所说的深信不疑。你的演技还真高啊！董小宛，你真是个魔鬼，你就是个魔鬼！你还知道什么？我知道的可多了。再来说说蝴蝶案吧。蝴蝶案，那是索尔纳和灵珠害本宫的。你又想说什么？蝴蝶案其实不就是你亲手策划的吗？只是碰巧灵珠也想用毒蝴蝶来害你，但是蝴蝶的毒性根本不能将你肚子里的孩子害死。你肚子里的第一个孩子是被你自己亲自下手毒死的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这件事情只有冯太医和云儿知道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果真，你用几只毒蝴蝶就能扰乱后宫，不仅害死了你肚子里的第一个孩子，也得到了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怜爱，弄得后宫大乱。你要的目的也全部达到了。厉害啊！你果然厉害，你就是个魔鬼。不对，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宫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怎么知道的？果真，你糊涂了吗？我说过你在阴间，是鬼魂在跟你说话，人到了阴间便什么都看清楚。你以为你自己聪明到了极点？你别忘了，举头三尺必有神明。
做了错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果真呐，你坏事做尽，以后每月的这一天，就来向佛祖忏悔你的罪行吧，求他宽恕你的罪孽，或许你还有救。